好，KT 賽馬預測，聽日係大賽日，咁逐場講下。喂，第三場呢，我想報下2號哪吒，冷門嚟啦。佢喺外地呢都未成熟嘅，已經好有後勁。啱啱季初呢場1200呢，其實幾高水準嘅應該。係咯，燈膽將軍晒冷，你睇個魚勢，綠色衫呢隻，開緊邊呢隻？12號，相當唔錯係咪啊？個魚勢，呢場3班，落嚟呢，就跑4班啦，轉咗個配備，戴眼罩，奧爾文粗足嘅之前，亦都試咗個閘唔錯。落4班係咯，5位好跑啊，跟中間，咁唯一係重磅啦，不過隻馬都唔細隻嘅，1100磅。冷門直播啊，範圍好多㗎，咁多喜啦，賺啦，環球英雄啦，10號啦賺啦，做好自己賺啦，精選激流賺啦，咁勁嘅咧其實係6號男神。但係13檔，其他有情有義都近過啦，海船王者都近過啦，範圍又多啦，4班實多馬，係咯。如果簡單啲就哪吒邊飛咯，買啲 QPQ 咁樣射下啲其他腳。好，咁第5場，一面倒白鹿金剛，但係呢，其實進力快車呢。上次我買唔到啦但係呢隻馬轉咗個 V 開副眼罩之後呢，其實真係場場勁喎。愛爾蘭馬5歲，可能而家先成熟進步喎，真係。喂，上一場真係勁喎，大佬3碟嘅全程蝕啊，響中碟蝕，大眾福星都冇佢蝕得咁多，都過去唔到，唔係嘢少喎呢場。照咁計法，佢都唔會輸蝕俾幾多隻白鹿金剛喎，係咯，而且可能跟得前過你添，咁要搏就搏，進力快車啦，最多咪輸俾你，係咯，咁其他超勁赤兔有表現唔錯嘅，鑽石星空嘅重磅靠賺啦，其他馬唔係好叻就呢場，光年80可能都仲賺到嘅。係咯，呢場都小馬算係，人人有餘，跑沙田會唔會好啲呢？兼顧下咁啦，其他差唔多，係咯，所以呢場唔錯嘅。若果1號嚼低隻白鹿金剛very good，係咯，好，第8場、第9場呢。至1號呢，威利金箭呢，喺外地幾勁喎，閘又勁，睇嚟級數可能高嘅，高九九維星，係咯。咁九九維星都咁有威脅，話唔定佢仲勁喎，而且6.8都唔錯，檔位都 OK。咁九九維星同埋原力寶肯定係牌面正路咯，形勢都好啊，呢場都幾難爆。另外就天賜喜都係勁㗎啦，不過14檔啦，賣唔到嚟就小心啲咯，拖穩陣啲。哈囉喂，中心準成啊，冇得唔要嘅嘛。其他都唔叻㗎啦，八進福星、宜昌光輝可以諗下咯，係咯，呢場都可以諗下嘅。威利金箭、九九維星、原力寶、天賜喜、哈囉喂，咁第8場唔使諗㗎啦。照計旅遊氣泡呢場直播過浪漫勇士，係咯。如果2重賽、4重賽彎行頭，可能會好玩，好分啲。咁第3選我想博下隻美麗同享，因為我覺得呢場呢鬥爆嘅啫，係咯，2000都有得爆可能。呢場都係一樣嘅啫，標誌銀河鬥速完啦會唔會標
標誌銀河呢場翻嚟咧，係啦。呢場嘅嘉應高升都係我㗎啦，始終都無敵㗎啦而家。咁另外，我覺得其實有幾隻差唔多。金鑽貴人、驕陽明區、舉步生風，好有心得，差唔多嘅。精選暴雪334，氣勢第4，仲可以搏下。如果舉步生風嗰啲行到第2就好分嘅，係咯啲四紅彩。咁啊，差唔多噶咯喎，冇噶咯喎。其實第2場可能我播下堅多福，係咯，冇噶啦，係呢幾場。咁啊，再講得重複一次，好冇？第3場博哪吒，第5場進翼快車鬥爆露金剛，唔輸蝕㗎，係咯。超勁赤兔第3選啦。光年80，鑽石星空，冷冷地啊！第9場威利金戰可能好勁嘅，咁原力寶都勁嘅，99維星都近嘅一定，實力馬都係惡嘅呢場。天賜起啊埋到嚟都有一年啦，哈魯位都係334睇怕。OK， 差唔多。呢場都標誌銀河有冇擒足完啦？即係試下咯。標誌銀河擒足完，你又氣泡擒浪漫勇士，好有心得，可能跑第4，咁都幾好啊。係啊，舉步生風跑第2或者跑第3，金鑽貴人跑第2，咁都幾好啊。係咯。OK。咁啊，臨場都會再出下啲過關碼添。好，點讚、分享、訂閱。